为传。我只肯一云分，这个嘛，二郎，你不打算叫你洗不得脸可分啊？事实在儿写错了，李信，你莫是是。王后作甚悔不正，崔上得势雷其冤。天将既见生切中，十方公事十方中妙。你看他路边好事空心碎，对老于是不吭声，事事自己与本钱非常公正女一生。无所谓是财马上街市场上，我将秀英配来，与我众旁挂起来。是。华连兄，二兄，我这才儿今年几岁了？哦，一方你是8岁了，娶了哪家千金？尚未配婚呐！爹，这是难以启开呀！哦，李兄，你我是有相交，有我之光相告啊！小小弟年逾88，只身一女，今年18岁上必须死，一语配与琳琅为妻，这不知意下是何啊？这，我王家后边哪里高攀你李家呀？王爷兄，是我家女出家时，琳琅披巾也成家事业，王爷兄不必推敲。我李兄弟，我哪有不聪明之理呀？只有凭理嘛。我取得列为凭，那没人，你我一为之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儿郎，来，你叫一声。有不大生气上，谁休息一番？也请爸爸起来，起哟！不错了，他的节目没戏。启兄，哎呀，顾地大圣，咱家中有事告
了。居家有事，那就回家去吧。哎。王连兄啊，你我既成为亲家，还得改变称呼才是啊！哎呀，是啊，老叔是请翁，请家，请翁，请家哎呦，老爷，哎呀，不是啊，喜事啊，亲家的，我女儿总是喜配不儿了啊！哎呦，啥他的今后有武大生气，有武大生气上虽休息一拜，也是不起来。谢有武，那么我们要改口嘞，亲家，亲家不啊，亲家不啊，亲在亲在。王连兄啊，我们后堂配宴，请，来，我已经我有心在他不幸出来绿成荫，我好恨啊！哎呀，这沈妹夫怎么挖不来呀？这丫头年龄之多，我这夫妻我为主。哎呀，顾公子啊，小夫人有礼在。哎呀，起来！哎呀，妈妈，想我表妹面上就要出国，18出三子的英雄，难消我心头之恨啊！哎呀，顾公子啊，侬嘛也不要讲我不肯出力。像伊乃是李府的千金小姐，搿桩事情弄得不好，我是担待不起的啦。哎呀，一起与我担待，你怕什么？哎呀，沈妹夫啊，平时你诡计多多，今天怎么一个办法都没有了啊？这个嘛，哦，哎呀，哎，喏。顾公子啊，像姨妈这个就要出嫁嘞。我还是问娘你，搿办法嘛，我倒是有侬怕啥了？来，只要事情成功，我一定从中遇上。搿么小夫人先下苦哉。请。为娘再三要祝福于你。
原来是书信一封。不问于表兄亲戚，顾问于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喂。一字扭转，问于表兄之面，是有青梅竹马，兄妹情深意爱，欲以中秋一别，深情长期心头，只盼月老前妹恩爱共结白首。那小是非分药，也命另配乱手。我虽家道王家，岂肯得其放举？若做一次聊表心意，遇到失恋，情意难断。这梦中为此情，莫有为门去守。李子秋因连生发败，连生发败。常难道是真的吗？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秋夜之上，顾文玉面露不快之色，况且与这子有庄为凭。好气，好气也！我知道他是
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王位尚书曹家将，王门清官于民生，岳林生穷事不多，这其次他说真难生。我上与他去争吵，这崔氏谁样啊？所能呀，老呀，自从媳妇都娘家到我王家，连那个闺女来走，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嘞！我上进去禀告，有空上了爹娘心。
我想想是多少个开心，是我媳妇头娘嫁到王家，越归越居了，越逃越离。这进门的辰光嘛，红妆啊发烧，连得我老爷的官运哪来哉？前日亲家公金口一开，跟我个老爷上京做官去哉，跟我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嘞！我天啊！哎呦呀！刚刚跑过去个小丫头，好像是新媳妇王家里个丞相呢。对个，让我叫伊出来。丞相，丞相哎，来跑出来，跑出来！见过老夫人。啥子？丞相，老夫人，老夫人到御华问侬来。老夫人，你要问什么？丞相，那个小家的姑爷好不好噶？小姐的姑爷是算是好的咯。哦，好噶，搿么好个，搿么姑爷的那小家呢？姑爷，哎，搿只小丫头喏，阴阳怪气，吞吞吐吐的，搿到底好不好了？哎呀，老夫人，我是曾经帮侬视频。哦，姑爷对小姐可说不上好。还说不上好啊？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还没有生过儿女。啊，搿听侬讲到起来，伊拉两夫妻还没同过房咯。阿玲啊，阿玲，侬真是来侬昏头了啦侬！丞相，侬到书房里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不去？搿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啊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去书房请姑爷，我话还没有说尽，姑爷就骂起来了。哦，要是我再去啊，他就要打我了。啊，还要打侬啊？搿只龌龊上变得介凶啦！搿好个，让我自家去叫伊。阿玲啊，阿玲哎，跑出来，跑出来！哎儿，哎呦，上嘴！哎呦，阿玲啊，做娘倒要来问问侬噻。母亲何事？侬辣书房里向做啥啦？孩儿在书房读书啊。哦，读书倒是要紧的，搿么读书嘛，白天读，夜里向读啥个书啦？切，到新房间里去。孩儿不去。搿侬为啥不去啦？哦，孩儿读书要紧，读书，读昏了侬个头脑。快去新房间里去。不去。哎呀，侬真的不去还是假的不去啦？不去就是不去。是真的不去喏。那好哦，丞相，老夫人开口，侬把我兔子吃啊！你滚！老夫人，哦哟，侬搿只会出声喏哦！辣辣娘个面前万事介凶啊！哎，到底是侬凶，搿还是我凶喏？丞相，老夫人开口，侬把我兔子吃。吃，母亲舒服的，母亲舒服的。吃。老夫人这也上来了，丞相何不懂事？哎呦，欺负白欺负！哎呦，媳妇头娘上嘴！官人，哦，媳妇头娘，阿
阿玲了是个死呆子，不懂道理的。看了阿婆的面朗，不要动气。小两夫妻们早点困觉，阿婆要下去再啊。媳妇，不要生，不要生，我去再啊。哎呀呀呀，侬做啥啦，阿玲啊？哦，孩儿相送母亲。我不要侬送，侬帮我送动。手动，手动。哎呀，搿只活出生比我跑得还快喏。对个，让我拐子个命。哎呦喂！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上锁哦。我有个这么出生，反倒提醒知我在，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我倒偏偏要上锁。哎，哎，搿好个小两夫妻为何没弄在？搿么我老太婆也要下来困觉去在。哎呦！哎呀！哦！拿锁来。家有一妻，夫少红，小子一生皆得多。我
多困一些，嘎早起来了啦。丞相，快我小家进来歇歇气啊！快去收拾收拾啊！这小两夫妻和睦侬在，个老太婆也好放心在。丞相，丞相嘞，快请小姐屋里来啊！阿玲啊，阿玲啊，快点跑出来，跑出来，来来来来来！拜见，拜见父亲。哎呦，嫂子，媳妇头娘，侬娘有事情来啦，侬到拆开来去看看啊。伯伯啊，父亲理应官人查可。到底是宋师傅的千金啦，进进出出都懂道理的喏。阿玲啊，侬有没有书信来了？侬到去拆开来看看啊，孩儿不要哭。哎呀，做娘不能导致几年事，侬到了娘的面前摆起架子来着呀，侬不要看，侬不要看手来，我叫媳妇头娘自家去看。哎呦，媳妇头娘，阿玲不识抬举，侬自家看好在，有啥个事体告诉阿婆啊。伯伯，请送别部他说，今日来自媳妇没有自己，母亲要请我与官人同去一起。哎呀，我都忘记在了呢。搿好个好个，阿玲啊，侬快进去去换条衣裳，同媳妇头娘一道去啊。孩儿不去。侬为啥不去啦？哦，孩儿虽中没有双子，不去。快到王正去那个先生来啊！搿好个媳妇头娘，读书之人没算子啊，搿也不来三个哦，算子好个来，伯伯，算子来在，算子来在，阿玲啊，喏，拿去啊！哎呦喂，这好了啊！算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侬这个活畜生啊！刚好把孙子不能死得来把门分散哈！侬不去，侬不去算来，我就媳妇头娘一个人回去，侬个活畜生啊！媳妇头娘，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。伯伯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媳妇头娘，要是侬今朝不回去，侬娘要不放心的。阿婆早知侬娘家屋里想去等这个半年回来，cha。啊，吃谁滚！哎呦，搿屋里向有侬当家在，任侬不只当家，侬叫媳妇头娘不要回去，我倒偏要叫她回去。哎，媳妇头娘，快去丞相当轿吃，吃，侬个这不出声，别过了啊！要吃的。小子解释，今日伪装娘家，分明是欲扬在先。走。我是有道理。
妻同来，为何不见言许呀？母亲，官上他与同苍好友为文去了，故还没有来。母亲，官上要我在母亲身前代为本恩高飞。哎呀，这也难怪。儿郎，也有不见你受得到了。母亲，今日我儿回来，为娘十分高兴，我已配好酒宴，言外端酒上来。母亲，儿郎。母亲，请。儿郎，我见笑容伴侣陪，我儿有难言，眼快情人家醉，女儿没有难言我必是你老不回，我儿也要能我不给女儿是好的。我是你父亲少儿郎儿，娘亲应该要生出来。官人他对我也不错，我们是冤冤相随不分看见小姐家到王家，老身为小姐苦啊。老身为神十分那可以怎么样？那你家小姐为何连用这般小生你？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光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哦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啊！母亲。儿郎，你今日此番回来，哎，在娘这里多治几日，又为娘亲自照应，好好养息身体。是啊，今日又为娘同堂，我们要好好叙叙家常啊。来，母亲。夫人，
夫人，王府名声送来书信一封。哦，夫人，我也说叫小姐亲手出款。孩儿，想你今日刚到娘家，言希怎么有事情来了？母亲用女儿得为娘亲修饰一封，叫言希进来，同时几日也就是了。母亲，晚上他已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帮女儿回去，赶着回来，侍奉娘亲。儿啦，想你家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这与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。去。
是你女儿不孝，要化为林娘的多好。要帮女儿为妻，那么你何必泪洒一小泪滴？怎么此次上来留你一笑，也留不住了？母亲女儿亲手必为，与公夫妻怎么留你一笑，要爱你夫妻手？母亲。此次上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倘若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你要回去不成吗？
侬搿个龌龊生哈！我叫侬同媳妇头娘一道回去嘛，侬不去。侬是回去嘛，侬又想私信叫是回来，搿到底为啥侬搿龌龊生？才动，不要动！哎呦，丞相，丞相哎！快到那小家公姑爷上里来了啊！不认识。好个好个，来啊！你个这龌龊生啊！你母亲，他走。相亲，老夫人姑爷上来了。哎呦！婆婆，哎，晚上请上来来。吃，你吃不吃？哎呀，这个啥能吃着侬啊？哎呦！媳妇头娘，来抱进来，抱进来。媳妇拜见婆婆。上斋上斋，今朝路上辛苦动哉，小两夫妻早点歇歇，阿婆要下去再哦。媳妇送不要送，不要送，侬帮我坐动啊，坐动啊。让我关这个门。哎呀，搿只丞相来了，里向搿吃搿把个做啥啦？哎呀，老夫人做啥啦？丞相，侬辣里向做啥啦？我要服侍我家小姐呀。哎呀，小姐们有那姑爷或者个快吃，小梦开始困过去。哦。我倒是让小两夫妻为啥不和？原来这个毛病啊，就出在丞相的头上了啦！让我关这个门。哎呦，上这个手，哎，阿玲啊。做爷娘的人嘛，辛辛苦苦为侬讨子一房媳妇，搿小两夫妻嘛，应该恩恩爱爱咯，和和睦睦。搿人生个大胖儿子，搿不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啊！我就抱了我个孙子，自家对呀对呀对，一对对到上家头，搿么陈家老太太看见在，哎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浪向抱个啥人啊？搿么我讲在，搿是我阿玲个儿子。是我老太婆的孙子啦！哎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嘞！侬个孙子头皮圆圆，将来必中状元妻。搿我是多少个开心啊！侬这个活畜生啊！搿儿子不生得爱囡啊养一个，搿我老太婆就抱了我个囡孙自家嗷啊嗷啊嗷，一嗷嗷到后家头，搿么人家又看到在，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山浪向抱个啥人啊？搿么我讲真，搿是我阿玲个囡，是我老太婆个囡孙啦。
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嘞！侬王家屋里向先开花，后结籽，来年一定抱孙子。嘿嘿嘿嘿嘿嘿！哎呦，搿老太不是多少个开心呀！想想开心，越想么越开心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想孙子想昏了断在，差点把断皮啊撞破。小两夫妻还不和睦，啥地方来抱孙子嘞？哎呀，闲话少讲，还是下乱困觉去。哎，哎，我听他其中情语不明白，他听了让我伤泪泪。今日他回转娘家去，他儿孙是玉牙在先是因为，我以为他定在娘家是一错，我才答应一封休书将他配，谁知他远将去远将回，到时我流来配当配，妾身啊妾身，想你怎样过年不得下千语，哎呦也不能往家来，我今夜在这来领我，坐等天明下了台。家里干妈儿进宫，外人看，到立马不理我自从家到王家里，最要的儿妻王刘金离了婆婆拿他上泪来，从此后我们夫妻从此可我，谁知他夫妻重逢，到是
成了平江。
他这副为情怀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谊？一向利益最大，并无过错。谁知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罪人。想今日乃是我没有自己，离给为尊娘家母女团聚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不知道俺的是什么心思，他竟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。冤家呀，冤家！世界上哪有的？你这样不同情理生病这冤家，他懂一笑。
嫁到王家要修成公婆，清楚丈夫。想起叶天气昏冷，我啥不与他给予，早被王人知道，要怪我受阴礼仪不周，还要怪我爹娘养育不巧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伺候。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齐乱叫。三月里他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三月里他貌也好嘞，才应高。我是看不应生心欢笑，谈什么同往化作早日也好，谁知道啊，今了王家四天到，夫妻是对今朝，是这样的十八条，这样的苦事我是谁不了？天哪！
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的问题，这件衣裳可是你替我给上的？是我给的。好，给得好，上来与我。官人，且身，你把女子的衣裳给谁摸的正常？送到下方，啊，一层让你看去，你好好的心呐！哎呀，恨不得将有个我出手，我出手，我出手。媳妇都娘，阿里为啥要打我了？不真是心痛死罪了！丞相，阿母小家到里面去洗洗，阿吃，阿吃。是花是肉个媳妇头娘，阿玲为啥不喜欢？我都要屋里去门门一把都跟我做啥嘛？奉了夫人命，前来送物品。丞相哪里？丞相哪里？哎，来啦来啦！啊，李希爸爸，到此何事？我是奉了夫人之命前来送物品的。李希爸爸，你快快回去告诉老夫人，佘小姐在王家被折磨的神不相神，鬼不像鬼的啊！有这样的事？你快快回去告诉老夫人。好，等我禀告老夫人知道。吵许多了，什么出钱？请干部来，请。请干部啊，请坐。亲家母啊，今朝不晓得啥个风把侬吹得来噶？我来看看我的女儿。哦，搿好个，侬等等，让我叫是哦。丞相，丞相嘞，快叫那小家屋里来哦，来。姑姑，媳妇头娘，侬娘来了，快去见过道理哦，去。女儿拜起母亲。哎呀，快起来！亲家母啊，为何不见言许？哦，娘个叫是，想必那死亡读书啊，娘个叫是，阿玲啊，阿玲哎，快跑出来呀！母亲，阿玲啊，侬岳母来了，快去见过道理哦，来。
小畜生！我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连一声岳母还怕我谁当不起吗？哎，好一个上司父神，称开上身，果然是有继母必有继女。小畜生！我女儿家道亡家，与后共处，你尽管当堂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要问道理，问那是前生事迹。你尽管当着我的面骂他，当都当得，骂与何妨？与我这次两年也不过。小姨，来，过来，让我给你。那么使劲是。小姨，儿啦！自从家道亡家，谁望月令四次的领受，今日为娘情也宽尽，怎叫为娘偷心来，谁为娘委屈？大家请走啊！母亲，女儿让更你委屈，父亲慈爱，叫女儿死后做人。既然是此，待我先修辞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与这个畜生评理。不，母亲，弟弟他还好在亲为官，你千万不要激动于他。这个为娘是有道理，丞相，夫人，你好是小君子，母亲，来当桥为夫，送亲他母。哎呀，这一位人家要拆他债了。了，与我在茶宴。哦吼！大
哎呦妈！老爷喂，出去。众生请来见礼。还见什么礼？哎呀，夫人，下官闻到夫人身患重病，我连夜过问，怎么见了下官这样怒气不息，恰是为何？当初都是你配下这门害人的妻子，直到女儿嫁到王家，被王月龄气得生不相生，悔不相悔。你快快到王家，请我去领侍回来。我儿陪王月龄死，此间领受，难道我就怕了不成？夫人亲近内亲，下官我死于逃离，走有了，大好我走。家门不幸子不孝，一个人家弄得来七点八到了。李老爷到。啊！我亲家公啊来在啊，怎么那个弄得来好嘞？哦，出去！哎呦呦呦呦呦！亲家公啊，请来见礼，就要磕头，请坐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！啊！亲家公，等一等，让我叫声，让我叫声。丞相，我叫了小家伙来了。哦耶！我媳妇娘，媳妇娘，侬爷来了，快去见过大人哦，臣。女儿拜见弟弟。好啦，怕了。秦家母啊，因我不介意，是哦，让我叫声，让我叫声。阿玲啊，阿玲哎，快点摸出来呀！母亲后事，侬岳父来了，快去见过大人。母亲孩儿死于逃我看侬还有啥个道理，都叫知道哎。拜见伯父。可曾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月龄，他该小奴才。当初我依你在谋，将我女许配于你，出家之时陪嫁到你万来千两，2夜3百亩。这样后退于你，难道你也生有不度巧不得？你养女不教，只怕你当不起这个称呼。小畜生！还会口出狂言！你今天必须还我一个道理。要往道理不难，你先待女为夫。带你回去，难道我养他不起吗？貌似是养他不到，须是把他另许好门，我王月龄也绝不一言。
你叫我先小松过来，好，对我先来慢慢跳。娘没开口弄滚，你给我出风是王女人，想我女乃是好师傅千金，岂要你要去就去，要退就退。你今天花尽好你别吧，啥是无而不尽，哈哈，岂能少你？好，你去狂雷。不奉与表兄清场。徐不义，过来。弟弟，小先生，经过做到的上方爬树之事，我岂能有？快！老爷，老爷，秦家公，侬是个为官之人，还是三从四德？岂不知这里在家从父出家，从父？侬只晓得在家从父，出家从父，吃鱼嘞，侬把我吃熟。啊，那，自从媳妇头娘嫁到王家，愈回愈知，愈逃愈知，总算有啥个事体做错，穿上我王家，爬上我王家，啊，玲珑不得打嘛，玲珑不得杀。王家，随王有令如此的礼数，此望弟弟归来，替女儿伸冤明理。谁知你开口谁骂，取钱谁杀？女儿我到底何时做错？你总要死口明白。我虽是死，也要死个明白。你死去快来！小豆娘，这是啥东西啦？这是一封情书啊！情书啊！小豆娘，侬写过没有啊？伯伯，你不怨我。那个弄得清爽嘞！老夫人啊，始终私下可以带过笔记。好的，丞相，快去当笔念过来。哎，媳妇头娘，好带笔记个，好带笔记个，好带笔记个。老天菩萨保佑，保佑笔记十个翻红翻红翻红。老太婆看看是不动哎，动不动亲家公啊，弄到南去看哦。有令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是闯了沈家的圈套了你。既说是假，难道必有状也是假的不成？丞相，难道是你？老爷冤枉啊！丞相，有老夫人在，侬胆子放大，光光请上来。老夫人啊，想起自杀那天，我明明与师妹部将这只鸟抓放在大锅里，怎么味道锅也水里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侬也不晓得。咁么那个弄得清爽嘞？阿玲啊，搿只笔鸟最到底从啥地方来噶？母亲，
那天花烛之夜，还在房门口拾得的。哦，那天花烛之夜侬是从房门口拾来的？哎呀，那天花烛之夜嘛，只有我、丞相、沈家的后头。哦，还有个孙老婆啦！哎呀，哟，你拿沈美宝到此，不得有风。是。谢过杜老爷。沈美宝，哎，你可认得这份私信与这只鸟追吗？不知情，不知情的啦。我问你生不生伤，凭你问你与乖不乖？哦，这个肉粽嘛，俺认得个，是侬家小姐的啦，跟我近视嘛。他对沈美宝，这明明是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怎么一见就知道他是一封情诗？你怀不是与你父乖吗？看来你是不当不懂。哎呀，你要与我充当是什？妹妹就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走啦。就哎呀，这都是古文有故公之策的之意。这一夜看中农家的小姐求亲不成，望恩在心，叫我推的肉粽，他妈写好情诗一封，叫我放在个洞房门口，让王公子识得，好出声。这对鸳鸯不是我啦，不是，哎，不是我啦，王公子，哎呀，上天王公子，侬不该上面，哎呀，啥子？哎，杜老爷，我明天将沈美宝带到岳阳上峰，我的一头红。为这样你许配去皇家，想不到如此的灵索，怎不叫为父？痛心！好了，你还是谁为我委屈了？哦，别！女孩请你嫁到我家，我是死也不委屈。即使此，你要好好养些身体，恢复去了。大忙哟！为我跪倒在地呀，弟，女孩，杀死别好，弟为家是否丧亲？他是三场两道，谁道女儿犯了秋山身亡，女儿在此跪送爹娘。秀英儿啊！你是李家正子，王家草，恢复系统是道家。草中落土，我为证。此计女儿不能保，我马上也超过我儿老心胸。应当好。儿老，你好好养些身体。啥事情好是他家说话，
至于三长两短，我岂肯会选择我好的嘞？哟，哎呀，想不呀，想不呀，哎呀，丞相，好小姐当小为父，哎呀，当小为父。大公哎，要不娘子，母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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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侬个龌龊啥？我娘非要侬交代。娘侬这个龌龊啥啊？做娘当初个辰光，话问侬嘛侬不讲，事问侬嘛侬不想，所以人家弄得来七天八到弄到来讨尿灾啊，来不及哉！母亲，我好悔呀！侬又得回来那个龌龊啥啊？娘啊，我悔不该给风情之家。娘教训，几次陪问不生命，我药里空多生严肃，今做了不敬不离身。啊娘啊，虚应上于长河对岸。你叫孩儿真做成，怀抱母亲来做事，从今儿娘的女去听。搿侬从今朝起听娘个闲话噻啊？搿好个侬跑起来。多谢母亲。阿玲啊，今年么是大别之年，侬上京赶考，实有一官半职，侬岳父母跟前么有个交代，媳妇大娘跟前么备一个道理，搿能介还可以夫妻和睦。娘叫侬上京去，侬去不去啊？孩儿遵命。搿好个，快进来诊断诊断，哦，马上动身。是。哦，母亲啊，娘子病重，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我有说的，不要侬操心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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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搿闲话啦还要讲回来还个哦。搿种事体完全怪我阿玲，还是怪不得个啦。
神，啊父神相劝，当初是结生设计也灵，如今是水落沙场一命啊冤。那妹夫下有朋于此，我是真心悔过所相信。夫人啊，过去之事，休在地，请夫人快些光告结婚。离不了多一多，别的故事都是都想做心酸。快爹娘凑贤凑婿凑配婚，配了你这个为人为你为心酸。你不给不分不想不理睬你，为什么要满手满心爱又拉着？我自闭最苦最难最到啊亲，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痛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堂园，你就该亲眉毛请有不前去相劝。既然多谢有不，秀英儿来，你母亲天生母亲缘，天庭回顾来相劝，若令高宗以为信，你理该承受我恩继奉还。弟弟呀，那日今天把婚配，气得你弟弟是滚堂台，此情此景在眼前，弟弟你外为替他来送红花。有我，起来！
娘啊娘，难道你结婚之日多忘？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，他尽管要莫不教，家不还。他是故作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是不长远。娘子不肯接受风光，请母亲带去相劝。阿玲啊，媳妇大娘爷娘个闲话不听，阿婆个闲话也不会听呀，主娘不知道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命不吃。当走不去，哎呀，不吃么事叫不吃呀？一吧。咱们让我去倒倒梅喝，多谢母亲。再过一遍。是。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哈哈哈哈哈！小姑娘，哦哦，我的心肝宝贝。母亲的话，你可要听哦。干嘛侬自家来送？叫啥媳妇奴啊爹娘，新闺女哎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随心哟。媳妇大娘，侬是我个随辈肉，随心随辈都是肉，老太婆杀不得那两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勤快快吃肉，也得媳妇来听歌。从前陪陪侬啊，难为日今朝，别才是来认错。侬看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啊，辛苦的归的是红汗红。媳妇侬三番不离，你是常女不做要去和尚做，这种就叫也是报侬一两媳妇去好进来个，听从婆婆去奉官。
民夫人们与侬做。最怎么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只好孤为的老婆。岂不能是一辆风尘的男子，夫一度连门两一度，千错万错是阿里错，我不的侬嘛总不拉扯，媳妇侬今朝夫妻哦，我个问啊人家么落户啊户，媳妇侬实不肯夫妻哦啊，我个问人家要结果啊，做人啊有山要谈泪，我皇家有得要吞香火，吃法是一张婚是一张空，我养什么日子还做什么苦，媳妇啊侬马个神经去不夫妻总会是情深。心可上哟，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？三个帖子门生了辛苦长远，一个老婆都要冷不着东西，快去！死不得！母亲，母亲，吃吃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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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